熱情洋溢，令人達成夢想。偶像活動而家開始啦！麗莎貝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等多我一陣啦。錯過咗就走寶噶啦。我知，一陣間會播星光學園全部偶像都有份一齊參演嘅特別劇集喎，的確係好少機會睇到嘅。而且我哋兩個都有份參與演出添嘅。唔知我啲演技得唔得咧？哇！夠鐘啦，開始啦！食 Very Good Morning Cereal， 同我百合香大人一齊早啲起身啦！開始播啦！喺廣闊無盡嘅宇宙，呢度有一粒希望之星，為周圍帶嚟笑容。佢就叫做宇宙偶像學校銀河星光。嚟啦，咁多位，大家準備好歡呼喝彩未咧？馳騁銀河嘅華麗故事，而家終於正式揭幕。偶像宇宙戰記，大空海賊號嚟啦！銀河星光，一間喺銀河展開旅程嘅偶像學校。我已經捱唔住啦！俾心機啊，小圓。如果唔好好鍛鍊心肺功能嘅話，一到咗啲空氣稀薄嘅星球，就會唔夠氣跳舞噶啦。知啦。雖然小林入咗嚟呢間學校冇幾耐，不過跳舞就叻過好多人啦。師姐你太過獎啦！係啊，唯獨跳舞呢樣嘢你真係好叻啊！唯獨跳舞呢樣嘢，橫掂都就快到宇宙黃昏時間啦，今日就練到呢度啦。好啊！真係啊！係咁嘅話，我哋就換校服喺宇宙校園飯堂集合。非常贊成，我哋行啦。好。係啦，朱莉啊，嚟緊你要去邊度表演話？去玫瑰星雲啊！真係好襯你啊！至於小明師姐，你哋就去鯨魚座偷星啊！咩話？喺嗰個星系嘅行星，終於都發現咗有文明存在啦！第一次接觸嗰度，我好緊張啊！雖然覺得好緊張，不過又覺得好興奮喎。可以着上華麗嘅禮服去銀河唔同嘅地方，為住喺各個星球嘅大家送上歌聲同笑容，真係覺得好開心啊！有個位於遙遠他方嘅人，睇住呢班宇宙偶像着上禮服喺宇宙各地大展才華，內心好唔高興。佢代表住企圖征服宇宙，將所有禮服都變成運動裝嘅邪惡組織假之修巴茲。佢叫做 Johnny 修巴茲，係組織首領兼舞蹈大師。運動裝連發音都咁好聽。運動裝佢個功能令人讚嘆，仲有就係佢令人陶醉嘅質感。
世上冇第二套衫比佢更加適合着嚟跳舞噶啦。哼，同佢比起上嚟，呢班偶像着嘅所謂禮服真係好無謂，飄嚟飄去嘅布同蝴蝶結，根本一啲實用性都冇，簡直唔掂。睇嚟係時候要等我出馬嚟教精下銀河星光嗰班 Honey， 崇高嘅運動裝係有幾咁偉大。耶！小圓，咩事啊？我嗰啲卡片啊！點會咁㗎？全部禮服都變晒做運動裝，太過分啦！呢件事究竟係邊個做㗎？我哋卡片啊！我哋禮服變晒運動裝啊！呢個只不過係我嘅第一步。銀河星光入面咁多位 Honey， 我會逐步令你哋明白到運動裝有幾咁偉大。盡情期待我下一堂啦！再見啦，假之修巴茲。Johnny 修巴茲，終於嚟到同佢決一高下嘅時候啦。梁川直係將呢卡片嘅禮服變晒做運動裝嘅，肯定係潛伏喺呢度嘅間諜做。阿直，無論如何，你都要揾個間諜出嚟。遵命。啊，仲有，叫佢過嚟呢度啦。假之修巴茲，冇錯，就係企圖征服全宇宙，目標要將所有禮服都變成做運動裝嘅邪惡組織。將所有禮服變晒做運動裝。運動裝的確係款好優秀嘅服裝嘅，實用得嚟，功能又夠豐富。不過就算係咁，如果呢個宇宙所有禮服都變晒做運動裝嘅話，咁世界就會失去華麗嘅光彩。我諗假之修巴茲一定會率領龐大嘅艦隊嚟攻打我哋呢一間學校嘅。龐大嘅艦隊？唔止，我好肯定佢而家就過緊嚟呢度啦。全速前進！